中市第几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3月11日公司第几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气象署提醒，拜三暗时开始，连续方面报道，拜六大陆冷气团落南，礼拜温度会降差不多10度。台中市发生酒驾赛车弄死大学生，市长罗秀燕昨是讲，酒驾是全国性的问题。有专家建议修法，取消罚金，会当来代替坐驾。美国股市大落，今仔台股盘中落超过690点，史上落第8座。美国在台协会是表示，台湾的资源有限，但这点才会去国外投资。来看未来一礼拜天气的变化是真大。气象署提醒讲，拜三暗时开始，连续有方面报道，拜六大陆冷气团落南礼拜温度会降差不多10度。气象专家嘛提醒讲，拜六礼拜冷空气有可能是寒流等级，空旷地区温度会无到10度。规片蒙蒙蒙中，风气慢慢渐进，早起西半部台南以北几个所在气雾加云，桃园机场游园符合气降标准。台中机场因为大雾取消3架次。马祖南北甲机场早起也要停止起降，未少旅客伫候机室等台，听到广播恢复起降，随到柜台报道。刚开涨，开了，对。所以稍早被影响到吗？稍早的时候没有，就是刚好就搭的是下一班这样。对。气象署表示，西北部浓雾加云的状况可能会继续到这礼拜六，请旅客交通往来拢爱特别注意。拜二、拜三虽然温度回暖，也过真紧，拜三暗阁有方面接咧报道。拜三暗起，基隆、北海岸甲北部地区拢会转有雨；拜四起，各地拢有雨，也爱注意低延时、强降雨等激烈的天气。明天晚上到星期4的时候，西半部地区容易出现局部性的大雨，东半部地区雨势有时候也会有比较大的雨势。至于星期5到星期6白天，中部以北和东北部地区也可能出现局部性的大雨势。拜六暗，阁有方面接咧报道，了后大陆冷气团落南，各地温度转冷。气象专家分析，目前资料显示，这一波冷空气的强度可能挑战寒流等级。冷的时间也较长，先湿冷，后来转大冷。中部以北、东北部都有机会它的低温是在摄氏11度左右，空旷地方温度还会再下降到更低，也有机会挑战3月份的第一波寒流。专家提醒，上冷的时间点可能是到第后礼拜1，了后随天气转好天，西半部爱注意辐射冷却。看看地区低温可能只有个位数，后期天气变化犹原有无确定性，请民众爱注意上新的气象资讯。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台中市发生酒驾赛车弄死大学生，市长罗秀燕昨是讲，酒驾是全国性的问题。严格今仔伫市政会议又搁拜托民众千万都唔通食酒赛车。有法界的人士是认为，目前食酒赛车若无造成伤亡的处罚，前2届大部分拢是判2个月到6个月徒刑，可会当易科罚金哦。因建议讲，修法来加重刑罚，嘛袂当罚钱来代替坐驾，才有吓惊的效果。台中市一个查甫人食酒赛车弄死一个咧走外送送餐的大学生。台中市警方宣布连3天的大执法，不过市长罗秀燕召开市政会议，并无针对食酒赛车的原因提出管理的相关措施，敢若是再三拜托民众讲到唔通食酒赛车，若无就算讲有更较侪措施，甲教育宣导拢是无效。不要酒驾，不要酒驾，不要酒驾，非常重要。然后再多的硬体设施，或是再多的这个教育宣导，悲剧交通事故还是会发生。
知情媒体人黄伟汉伊老母2021年5月，就是伫咧台中去食酒赛车弄死的。伊针对食酒赛车发表看法，认为应该加重罚，限制上路。法界人士认为，目前食酒赛车已经修法加重罚。2022年公布修正条文，酒精浓度每公升0.25毫克以上，也是讲会酒精浓度有到0.05以上，被判3年以下有期徒刑，连带罚金上重会讲罚到30万。不过，若实务上，若是食酒赛车无造成伤亡，初犯的前2届，通常是干那判2个月到6个月，而且可以使交罚金来贷，较无约束的效果。如果没有致人死伤，应该是3年以下，那也就是还是有可能有这个易科罚金的机会。那如果我们从法定的最低刑度去调整，比如说是6个月以上，没有再有这个易科罚金的机会，可能会是比较符合我们国家人民的法感情的。有律师就建议应该加重刑责，也就是上起码爱关6个月以上，而且佫袂使交罚金来贷，互食酒赛车的人拢闪袂过，才真正有约束的效果。公司新闻采访报道。行政院长杜英泰今仔日立法院针对总预算的复议案来报告备询。杜英泰是指出讲，要求行政院家己开636亿元预算，这违反权力分立的原则。院长嘛表示讲，若复议案无通过，会亲身来向国人说明会面对什么困难。行政院长杜英泰11到立法院针对总预算复议案进行报告甲备询。杜英泰指出，3大真歹进行的所在，包括税出三检总数有争议，要求政院自行调整三检，达到636亿元。对权力分立原则甲规定有违背，针对特定机关甲预算项目大删减，影响正常运作，多项冻结案的改动条件尽快达成。如果复议案没有通过，我们也必须有机会向国人说明，在未来执行中央政府总预算的各种窒碍难行。杜英泰强调，今次下乡宣讲还未到最后安排的时间表，接顺时立委唔拿伫总预算案甲杜英泰交手，也观察台积电增加投资美国，互相争论。委员的意思是不能出去，当然不可以出去啊！这是代表全国国人同意没有？你这样讲话是代表中央政府吗？这是护国神山呢！你这样讲话是代表中央政府吗？里面任何不合理的地方，我们诚心接受大家对删减所提出的各项理由，但是也应该听听各部会，甚至于其他各院，包括总统府对编列预算当时的想法。所以民进党要下乡，现在等民众党也下乡，民进党的这个脸啊会被打得非常肿。很多谎言啊，会一个一个会被戳破。民众党也发出要下乡宣讲，说明执政党的浪费甲备案。另外 ，AIT 处长郭立坚提议，美国会当做台湾可靠的能源来源，包括核能。杜英泰强调，若有新的技术，愿意甲世界合作。新的核能技术，我们期待我们跟全世界各个先进技术的拥有者或是开发者能够保持更多机动性，甚至未来的合作。杜英泰强调，5月17日，核三厂的第2号机组会除役，政府会全力多元发展绿能，将烧炭机组转做电气机组，以检讨为优先、净零为目标，朝稳定、充足供电的方向来进行。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台美军售演陈影响到建军备战，嘛引起关心。国防部长顾立雄今仔是证实讲，咱重要的军购即阵 F-15V 战机和 AGN-154C 飞弹，佮还未交货。另外，美国在台协会 AIT 处长郭立言是讲到讲，美国会把重点放伫台海防卫，针对无人机佮卫星系统，未来有可能有机会会在地合作生产。台海情势严重，国防部11发布正式攻击13架次，其中即日北部、西南甲东部空调8架次，参共南7架鸟台，加速国军基南护损。台美军售延迟，互国军战力有进步。不过，国防部长顾立雄表示，国军对美国重大军购项目只存2项延迟，分别是 F-15V 战机甲 AGN-154C 飞弹。我想这个部分，美方都也已经承诺会加快这个对我们的交付的一个这个交付的流程。台海空防袂当出现战略空棚，66架 F-15V， 敢会当按照计划伫明年全数交付。顾立雄强调，会督促美国装备诸级高温。
另外，美国在台协会 AIT 处长高立健观测台海安全，表示俄乌战争结束了后，美国会将重心放伫台海防卫。台美伫无人机甲卫星系统未来有在地合作生产的可能，联手打造飞航供应链。主要的一些关键的这些零组件上面，好像你一打开来，好像都没有办法排除它是中国制的，所以现在我们一定要打造一个安全的飞鸿供应链，去除中国因素的供应链。我想这一个应该是美国华府就台美合作最新的讯息，也是非常大的机会哈。对台湾来讲，不仅是经贸的机会，也是提升我们技术能量的机会。郭立雄表示，美国相当积极将无人机导入飞航供应链，台湾会当甲各国同齐努力。学者分析，国防产业是台美未来合作的焦点。咱国应该积极争取生产精察精打一体、第一人称视角3大类型的无人机。攻击型的无人机也就是察打一体，一方面可以侦察，二方面就可以发挥这个攻击的效果。第一人称视角的无人机，也就是在操作上，它可以由这个操作员在后方，那采取第一视角的方法，可以提高命中率。学者表示，台美若会当合作生产无人机，会当大大提升自主生产量能。国内有无人机供应链，对应对任何紧急状况有帮助，强化防卫作战。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再来看，因为美国股市四大指数拢大落，今仔台股一开盘嘛大落哦，盘中上侪是落超过690点，是史上落第8节。台股今仔日是收伫22071点哦，是落388点。台积电今仔上价哦，落到963块。另外，最近美国在台协会处长郭立言伫接受访问的时表示讲，台湾有资源的限制，所以台积电才会选择去日本跟德国投资哦。咱的经济部是强调讲，水电各有土地，政府是拢有提前布局。美国总统川普进前承认讲，无排除美国经济今年的缩缓，而且陷入衰退，是引起市场的惊吓。这十美国四大指数是大落，11台股大盘随开价走价，开盘22126点，是落超过333点。10分钟内来到早盘的价点21769点，大落超过690点，创史上第8大的落点。因为美国股市的崩跌呢，那所以造成今天亚洲股市呢，今天几乎是全面的重挫。像韩国跟日本股市呢，其实他们的跌幅跟台湾都差不多，都是跌破了2%。各类股会使讲是青顺顺，宽达股台积电开盘969块，上价一路是抬到963块，落35块，持达7收25条。另外附近的亚股日经指数总是大落超过1000点，落破36000点的大关。韩国股市同款嘛出现大幅度的大落，外界对市场的烦恼是真重。另外，最近美国在台协会处长郭立言伫受访的时阵讲到，台湾面对包括土地、水和能源有可能欠的状况，有资源的限制，嘛是台积电选去海外投资的原因，这引起各界议论。我们的这个水电一定是够的哈。那我们到这个海外去投资，主要的目的还是看上当地国的这个市场，水电、土地可能大家稍微紧张一点，但是呢，事实上我们都有来提前的这个布局。经济部强调讲，水电土地拢有提前布局。另外，经济部水利署嘛强调讲，和台湾半导体产业协会开会，参加产业的人员包括台积电、美光、联电、力积电和食品等科技公司的代表，说明现况水情和重大水资源建设的进展，希望讲外界会当放心。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来关心全国大罢免哦，那第2阶段人数通过，可能会伫今年的8月、9月投票。目前中选会公布讲，有34件立委的罢免案已经通过，拢是拿赢的立委哦。罢免民进党立委的提案，拢个需要补件。中国、美国、中国、美国。志刚以行动得局，
宣示港澳罢免李干秀总部成立。罢免国民党立委李干秀就要进入第2阶段的人事。因阁讲，这届是台湾头一届24点钟签署收件，确保人事的行动无停歇。不管是任何的物资，或者是不管是吃饭，或者是租这个场地，我们都是自工自己集资，每个人有的出钱的出力，有的出多，有的出少。的门槛其实是31000多，但是我们给自己的目标是6万份。如果碰到有别区的民众希望来缴交给我们的话，我们都会帮忙收。因为其实我们看到双北大报，我们各团在这几个月下来已经合作的算是有默契了。罢免行动继续在进行，不过李干秀办公室表示，目前是还无要回应，依次冷淡处理。根据中选会车10公布全台湾大罢免上新的进度，拢总有34件立委罢免案进入第2阶段的人事。上新通过2个案，分别是泛蓝的无党籍立委陈超明，甲国民党立委柯定君。上新无达到第2条件的名单是民进党立委柯志杰、黄捷、吴基明甲王美惠这4案，计共有16件绿营立委罢免案无通过第1阶段提议，爱补件。国民党请党工发起的罢免立委，目前通通失败。国民党不思根本解决之道，再持续给各蓝委添柴火，人民反制蓝白乱象的力量将会越来越大。民进党他们已经准备很久了嘛，也不是他们在去年2月就开始了就开始酝酿了嘛。因为国民党一直都很认真在做事啊，根本没有在玩这个罢免所以起步慢，当然有这种数字是很正常的嘛。反正我们就做我们的事情他们要这样乱，我们也懒得跟他玩啊。泛蓝立委有34件罢免案通过第1阶段，绿营立委是无半件。国民党宣告同步要推动反对废止死刑公投来反制。民进党传出已经规划要伫3月中开始4届宣讲，还佫按算要邀请行政团队，甲民众说明去互那边台预算了后的影响。公视新闻台北报道。公民团体发起的罢免案，第1阶段有34案已经通过，嘛已经启动第2阶段的人事。那顺利会伫8、9月份来投票。今仔解破新闻，咱就要请吴希木甲目前罢免的进度佮未来的听书，详细来小解，互观众朋友来了解。是主播，全国大罢免电视也搁继续，即马进度到倒位？咱做来看。中选会伫昨，也就是3月初10公布讲，经过地方完成第1阶段插队的结果交予中选会确认了后，搁再有2件立委的罢免案，分别是柯定君甲陈超明通过第1阶段，即马拢总有34件立委的罢免案正式进入第2阶段的人数。33个是国民党的立委。一个无党籍，也就是陈超明，伊的立场是我拿赢，也要罢免民进党立委这边有16件，拢爱补件。好，即马进入到第2阶段的人数，若要达到标准，人数的人数就要是这个选举区选举人总数的10%以上哦。举例来讲，准讲一个所在，这个选举区伊的选举人总数是30万人。也若讲要达到第2阶段的标准，就是伊10%、3万人，上无爱有3万人去签，而且伊的身份甲资格拢爱达到这个符合这个资格。也即马人数敢就爱甲身份证的影本。即马选办法这个修正条文，伫咧2月20正式生效。中选会表示讲，罢免案只要是伫咧2月19进前送件，伊的所有这个。人事的这个流程、人事的阶段，都拢是按照进前的规定。也即马当咧进行的这个人事案、罢免案，是拢唔免甲身份证影本。好，即马人事的第2阶段咧进行，伊嘛有时间的限制。针对立委，也是讲市长像讲高虹安，伊的这个人事的工作，就是爱伫咧60天以来完成。60天以来完成了后，送件中选会确认讲，这个符合规定，就会宣告这个罢免案成立。接下来20天至60天，就会来进行投票，罢免的投票。这个罢免案若要爱通过，有效的同意票数就爱坐过无同意的票数。那安尼，这个同意的票数就爱是这个选举区选举人总数的1/4以上。这2个条件拢爱达成，这个罢免案才有通过。若无，就是罢免无过。
所以来，春的任期就袂当搁对江一人发动罢免。也即马立委的罢免案第一阶段已经有34件通过，已经启动第2阶段的联署，那顺利会伫8、9月份来投票。以上就是今日解破新闻，甲时间交等有主播。感谢有希望，咱继续来看台大妇产科医师施景中进前伫面册铺文讲，有一个立委的助理因为囡仔来台大看病，伊感觉无满意就透过急件，甲国民健康署、健保署的官员，佮有台大病院的高层，拢叫去立委的办公室骂。有网友点名国民党的立委洪明凯，也毋过今仔早起，民进党台中市议员江调国发文讲是有人逼讲，毋是洪明凯，是台中的立委罗廷伟。也毋过罗廷伟嘛出面化冤枉。台大妇产科医师施景中伫面册答问，讲一个立委因为伊的助理带囡仔去看病了后，感觉病院服务无好，了后这个立委办公室就发急件的公文，甲国健署、健保署的署长，也有病院副院长叫来办公室甲骂。一开始，互人点名的国民党立委洪明凯否认，也毋过台中市议员江调国3月11讲，涉嫌施压的是立委罗廷伟。罗委员，请你站出来说清楚嘛，那个人究竟是不是你的助理？我们没有想到，竟然连立法委员都加入这些暴力的对待，这些霸凌医护人员的行为，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为什么医护人员觉得很无力，而且敢怒不敢言的地方。江调国指出，接到医界人士亚康，讲立委罗廷伟伫1月2日确实有招相关人士去到办公室开会，也毋过事件发生到呾，罗廷伟拢无对外解说，看起来真无责任，对医护人员佫较是一种霸凌的行为。针对立委哪像施压官员，民众有无共款的看法？一定会觉得好像在利用自己的权利啊。所以这样观感不太好。对啊。像人共款就好啊，助理就会使做足大哦。国民党立委罗廷伟出面解说，也提出开会通知单。伊表示是因为台大无提供儿童发展体检的服务，才会找台大来开会。也毋过开会的名单并无国健署甲健保署的官员，这支互人作恶。今天有跳梁小丑急着去指明我，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施景中医师的原贴文，他却没有去特别指明任何一个人。我相信他也没有掌握100%的证据。罗廷伟强调，有收到真情，有民众要去台大接受体检，煞互人退挂，毋才会找台大去开会。伊的助理并无带囡仔去看病，这个事件就是有人作恶。公视新闻综合报道。来看租金补税的新制度，5月特别实施哦。有民间团体早起就呼吁讲，内政部应该要好好宣传，来提升申请的比例。财政部嘛来设申诉专线。未来单身的人税厝一个月是当拄税4000块到7000外块，家庭税厝上侪是当拄12290块的税。全台湾税厝的人有100万户，不过根据财政部纳税户房屋租金支出抵税统计表，在2022年税厝的人甲租金申报抵税比例煞无加2.5%。即马税厝抵税为过去的日记扣除额12万，改做是特别扣除额18万。这个新制会伫5月份报税的时阵来实施。民间团体呼吁政府都要加强宣导。内政部应该优先对于这些手上掌握的租屋族进行专案宣导。房东和房客来了解我们整个所得税的新制。以旧制甲新制的租金抵税来比较，发现高薪税厝的人，伫新制之下会当减纳4528块至7756块；若是规家伙仔税厝的，会当减纳10800块至12290块。根据租客联盟调查税厝的情形，有54.2%税厝的人，因为厝头家拒绝，或者是惊去得失到厝头家，无法度使用租金抵税，而且还有20.1%税厝的人，甚至唔知影租金会当申报扣抵所得税。看得到吃不到的话，其实关键点还是老问题。台湾的租屋黑市，房东在租屋的过程，事实上是逃漏税逃漏掉的。他应该做一个这样的申诉的专线，然后而且该公开宣示，如果有房客真的去申诉的时候，他们真的会来专案查处那个房东。民间团体表示，一般民间税厝要受乌市的问题，呼吁财政部正做税务的主管机关，应该合理保障纳税权益。到这个进程，也未得到主管机关相关的回应。公视新闻台北报道。
再来看新北市警方统计，今年1、2月份有278件的车祸哦。昨下晡永和就发生连环车祸，一个70多岁驾驶可能是熊熊狂神，驶上车道去弄到公车甲货车，公车有坐7、8个乘客，加载是无着伤。好钱变青顶，汽机车起步，倒头前有一台面路对头前驶的方向对咧偏，然后去对着双黄线，搁下到对向的车道，先弄4台货车，搁去弄到公车。公车我们可以走，有救护车。所以有人被载走？没有载走。宾士的车头损坏，然后公车听说水箱有破裂。这个连动的车祸在新北市永和，车站下晡2点多，肇事的74岁查甫人，驶伫永靖路顶悬，忽然间失控弄车，警方到场来甲酒测，无验出酒精的反应，初步调查肇事原因。驾驶讲伊是无专心硬去，但是详细原因和责任的归属，搁要等后边厘清。方向机的部分有受损，那落了满地都是机，派技工去把它处理完之后，再把它拖回去，这样我们都会跟对方去求偿啊。经查本起事故，车内驾驶及乘客均无人受伤。公车无故轰动，业者事后会求偿。只是迄当阵车内搁载7、8个乘客，好佳在拢无人受伤。但是安尼无专心驶车是引起的交通事故。根据新北市警方今年前2个月统计，到278件，甚至是造成1个人死亡，181个人受伤。引起恍神分心交通事故之原因有精神不济、其他事情分心、捡拾物品、服药或是饮食等情形。警方提示讲，伤忝、食药爱困等，只要精神歹，就应该避免驶车，因为驶车上路都应该真专心，若是小可有侦查，拢会冲击到用路的安全。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台大病院企业工会早起伫立委陪同开记者会，指控台大病院小儿科的病房主管涉有心技师，搁一场霸凌，讲有9个护理师和护理长霸凌。也毋过台大病院调查是认为讲，这个护理师无犯意，所以一场霸凌是无成立。工会是呼吁讲，应该爱重新来调查。有一阵台大病院护理师抗议台湾白头坎的台大病院，毋但无打造友善的工课场的环境，有心的人去用歧视，甚至出现工课场霸凌的事件。有儿科病房的护理师 H 小姐出面指控讲，伊伫2023年有薪请安胎假，过当年生产了后想要申请复职，错伫复工了后训练的阶段，去互主管刁难，而且主管卡袂着，都甲伊大细声，甲伊骂，甲伊骂，互伊专业的信心受到打击，心理承受真大压力。就有临床教师上班，为什么不是由临床教师带我，而是由学妹带我？然后也不能问就是学姐问题。他面对于他不喜欢的护理同仁，就会无限放大检讨。所以其实，在我们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其实是压力很大。然后平常在考绩上面，其实他也会掺杂个人喜好以及就是情绪化的字眼，这些行为其实都是一种软性的打压。台大病院企业工会表示，儿科病房有几个护理师，捌伫2022年的时阵，连续向院方反映这个主管各种工课场霸凌的代志，要求大家检讨改善。不过事后煞是老错收煞，全咧甲准过。2024年的年底，阁有2个护理师因为有心去互主管歧视的情形，因向病院提出工课场霸凌的申诉。想袂到这2件申诉案，拢去互病院组成的专案调查小组，以这个主管毋是调工的，并无不当目的为理由，全部拢无成立。该案申诉人并没有在这个所谓的30日内，或者是申诉人的代理人并没有所谓在30日内对我们提出复议的一个情况。台大病院工会呼吁台大病院应该爱甲教育部针对儿科病房主管涉及歧视有心的员工，甲工课场霸凌的案件重新启动调查，来确保公平性。有何部嘛应该爱对医疗业工课场霸凌的问题有积极的对策。因台大病院是回应讲，霸凌案调查小组的委员是独立投票，并无外力介入。公司新闻台北报道。全国废核行动平台指出讲，伫福岛核灾了后，全球拢有针对核电厂安全的标准来进行检讨哦。因指出讲，咱台湾各个运转的核3厂的离合机，今年的5月就要退休了。伊嘛呼吁讲，应该互核电厂如期退休。
台湾上尾一座搁在运转的机组玉山抢2号机，伫今年5月就要除役，到时台湾都无任何核电啊。环保团体早起以福岛核灾14周年做例，指出讲核灾嘛是同款的进行，当地都有嘛是无任何明显的进展，而且全球核能发电量嘛是逐年拢在衰退。换话讲，台湾的核电应该要如期来除役。很多人一直说什么要盖核电厂，或是要延役老旧核电厂，可是我们看到的是，过去我们核电厂在新建的时候，我们没有核电厂的一个选址规范，也就是我们核电厂居然像核3厂是活动断层直接通过。服役前72天发生了这个冷却塔的火灾，已经用了40年的老旧核电厂，应该要来主张就是如期除役。环团部班讲，在野党伫这个会期要修法来延长核电厂的使用年限，对40年延长到60年，但是关键问题亲像老化、成本、断层和核废料的处理等等，煞拢无讲。但是国民党表示讲 ，AIT 传出美方会当提供核能的协助。李伟杰如君表示讲，国民党团会伫这会期，甲相关能源法案列作是优先议程，推动台湾对废核转向灰炭加远，达成台湾能源的多元化。如果没有水、没有电、没有人才，我们如何能够留得住细盾？那么很可能会有越来越多的产业和关键技术外移。核能是台湾必须要面对的一个选项。台电的电力资讯的话，台湾真的是不缺电，那台湾缺的是绿电。那台积电它赴美，并不是因为台湾缺电的问题，最主要是因为，当然是因为一些政治压力。我们有一块非常大的潜能可以发展的就是地热。整个废核行动平台表示讲，反对核电来延役凊彩修法，宣布这会期会提出民间版的核安三法和核废选址法，呼吁应该先甲台湾的核电安全标准和先进国家来对付同齐，认真面对核废料的问题，才有资格来讲敢要继续来使用核电。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来看去年11月，对新加坡动物园来到台北市立动物园的野鸭河马汤包哦，2月初是互发现讲伊的正脚有空喙，虽然有治疗，也毋过哦汤包拢食袂啥会落。可能阁因为最近哦天气的变化真大，昨透早这只河马死了。动保团体是呼吁讲，应该爱来检讨无当动物园哦，交换动物的正当性。但个真紧的耳仔是欢喜对镜头撞过来。去年11月19，对新加坡动物园来到台北市立动物园的野鸭河马徒步汤包，古锥的形式，互真侪人拢真介意。不过2岁外的汤包，2月初正脚忽然间是出现空喙，但是个性真敏感，无愿意食药啊。只要是含药啊有过连接的食物，拢无愿意食。加上台北最近温度的变化真强，这个原因拢互病况是愈严重，昨透早死亡。因为汤包它毕竟是一个来自国外的个体，那在他的以前所身处的环境，还有他身体带有的免疫力，种种，他对这个环境的适应度都不及我们现在所有的诸如河马。汤包是透过向外保育计划合作来到台湾，目的是为了要确保濒危物种会当伫向外的专业教养之下维持安全族群，而且找适当配对，保存遗传的多样性。目前全台湾敢若剩2只公的7只母的野鸭河马，而且大多数都有近亲的关系。如果我们要维持诸如河马的族群，势必要跟其他单位甚至国外的动物园来合作。不过，长期投入研究的动保团体认为讲，拍保育的口号下国运输来台的动物，受到运输真逼、水土不服这压力，事实上都不是成功的保育和教育。我们一方面觉得这些动物好可爱，可是我们一方面又大肆的去破坏出野生动物的栖地，然后我们再认为动物园是诺亚方舟的方式，我们要保存住下的它的基因，但这些基因保证下来，它只要没有办法回到野外的栖地这件事情，它都不算是保育成功。当局并讲，亲像汤包这种下动物园的交换案例真侪，敢有第三公正监督单位去检视相关的正当性，到未来敢会当透过采证这技术，避免动物长途耍动，拢是汤包互各界会当来申诉的面向。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桃园市野鸟协会附设的回应里，野生动物诊所去年救治2100只野生动物，比2023年增加将近200只。这嘛显示讲需要救援的动物一直在增加。另外，鸟仔弄爆的虫仔的案件，嘛对2023年的3.9%增加到6%。鸟仔防虫虱的危机是愈来愈严重。
真细致注射照顾，桃园市野鸟协会附设非营利野生动物诊所，公布去年救治2100只野生动物，比起前年的1901只增加约200只，显示野生动物救援需求继续升悬。其中，由愿以鸟类救援上侪。野鸟协会也头一摆公开救伤地图，希望改善规矩，降低救伤。鸟的救伤数量大概占到8到9成左右，这样。那其他就是哺乳类跟爬虫类。救伤方面，枪杀的比例非常高，尤其它撞创的后，死亡率更高。为救伤数据分析，动物年医状况甲季节变化高度有关系，尤其集中伫5到7月繁殖季节，风台来受救伤数量也明显增加。去年除了16.62%幼鸟落手送医。随着愈来愈多见到使用大片玻璃帷幕，弄到窗仔案件也会2023年的3.9%增加到6.05%，鸟仔通晒规矩加重。不知道就撞上去嘛，对，所以其实我们要改善，就是让他们知道说那边有玻璃的存在。那例如说贴一些线啊，或者说贴一些图案。我们赞成鸟会的观点，一起呼吁这些大楼的帷幕能够加上点阵图或者是条形的图案，然后减少撞击的事件。桃园市野鸟协会表示，鸟仔飞的速度紧，无玻璃概念，大片玻璃帷幕建筑物应该采取友善野生动物设计，包括加装坠落来的物件，使用点阵大纸，也是采用木面，也是抗反射玻璃等，有效降低鸟仔通杀的几率。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动保团体今仔提出目前动保议题需要各界重视的10大诉求哦，包括要定出饲动物环境的标准。望讲你欢迎新的会期会当赶紧来处理这个议题。野片内底狗仔，互人关伫笼仔内底，或者是用真短链仔链条的，完全无自由。台湾动物平权促进会表示，目前台湾四界拢看到这款情形，希望修法定出养饲环境的标准，甲标准法制化，提供动物稽查人员明确的执法依据。很模糊的界定，然后大家认知不一样。譬如我们觉得这是虐待，可是。执法的动保员他们觉得这 OK 啊哈，所以我觉得应该要推动这样的一个明确的执法依据，尊重生命。拜二有一个动保团体同齐召开记者会，提出10大诉求，也批评去年禁止海上放婚鸟和禁用山低调这2大公投提案，拢予中选会驳回，真无合理。另外，台湾爱饲协会也表示，动物保护的相关政策内底，除了狗仔和猫仔以外，其他动物的收容管理拢较无动保资源，互人放杀也无地去。在很多的县市呢，小动物被弃养的话是没有地方可以去。在很多县市当中，非犬猫动物的即使有收容，那它收容的水准跟不当饲养也很相近哈。因为我们那个宠物分级分类管理的那个母法授权，现在还没有通过立法。那当然我们开始已经针对一些物种的部分开始做规划，但是要落实整体的一个法制，还是要等那个法规过了之后，我们才能够去做整体的一个管理。农业部表示，目前已经在研议多元宠物管理的法规，会分3级进行管理。未来法案通过会公布执行。另外，针对动保团体提出10大诉求，农业部表示，因过去都有收集各界意见，持续修正动保法。因为动保团体也呼吁立法院新的会期爱重视动保议题，修法互政策更加周至。记者张家健、谢桂玲台北报道。来看国家实验研究院哦，成立全世界头一个实验动物显微手术的教育基地，提供学生囡仔一人一台显微镜，结合线顶的教学，除了会当来提升学习的效率哦，嘛当大大来减少动物的牺牲。每一个学生拢有家己的显微镜和一台荧幕，因当咧做动物实验手术。这是国建院新设置的教育基地，嘛是全世界头一个实验动物显微手术教育基地。和英国传统的显微镜教学无同的是，传统的实验是8个至12个学生坐伫老师的边仔学习，即马除了一人一台显微镜以外，老师阁会当做线顶的教学。我最开始学的时候是。有时候老师就这样做，做完之后呢，他就闪开，然后叫我也凑上去看一下，说你有没有看到啊？你可能刹那间你说哈，然后你也是鼻子摸一摸，说有看到。那所以实际上我当初我最开始的理想就是希望老师的画面可以丢给所有人。除了显微镜设备的提升，国建院嘛研发出模拟教具，透过假的动物皮肤、血管来让学生练习，减少实验鸟鼠的牺牲。
我们刚刚就是这一块板子，它一块板子就至少抵5支啊。为什么是5支？因为我们需要手术，需要做皮肤的开创，需要做里面血管缝合。郭建议指出，原本传统的显微镜到下学生操作成功的几率无到80%，如今已经提升到100%。郭建议嘛表示，未来计技术的连线，和台湾实验动物显微手术教育基地，加做世界重要的基地。记者戴阿选柯敏哲台北报道。国际新闻来看，美国纽约的街头，总有民众示威抗议，因要求讲，把车牌封掠起来，哥伦比亚大学校园示威的领袖哈里尔放出来。总统川普是表示讲，伊准备要去掠愈侪人哦。哈里尔本地是要互遣返咯，也毋过联邦的法官是下令暂停，所以就有真侪民众示威抗议，要求赶紧放人。一位民众行骑伫纽约的街仔路，要求把哈里尔放走。伊是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生，伫反以色列示威活动内面真重要。但伫车背后移民和海关执法局来逮捕。国土安全部的官员讲，因执行的是总统川普禁止反犹太主义的行政命令。It's totally unacceptable. This is part of free speech. 川普伫车集表示讲，要互遣返的哈里尔只是真侪逮捕行动内面的第一个。咱知影讲，哥伦比亚大学和全国其他的大学，阁有较侪学生在做支持恐怖主义、反犹太和反美国的活动。川普执政团队绝对袂当吞忍。律师表示讲，要甲哈里尔遣返是互人真歹相信。Highly unusual because Mr. Khalil is a green card holder. If a green card holder has provided material support to a terrorist organization, let's assume that he has been solely involved in campus protests for Palestinian rights. That in itself should not constitute material support to terrorism. 川普政府并无讲哈里尔洪指控犯什么罪名，哈里尔洪逮捕了后是移送去路易斯安那州的联邦移民监狱，等遣返的程序来进行。不过七十迄天，曼哈顿地方法官福曼是下令暂缓遣返，而且预定12对这个案件来进行聆讯。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美洲国家组织 OAS 将选出后一任的秘书长是苏里南的外交部长拉姆丁诺，伊是以过半的票数当选。拉姆丁受到拉丁美洲各国左派政府的支持，嘛是中国支持的人选。美国保守派的媒体是认为讲，中国伫西半球的影响力会增加。当选 OAS 秘书长的拉姆丁做苏里南外交部长要5当，进前嘛做过 OAS 的副秘书长。伫伊的带领之下，苏里南毋但是正做南美第一个加入中国一带一路的国家。另外，根据美国有线电视网极限新闻的报道，苏里南甲驻各国外交机构和当地的中国使馆密切来整合。拉姆丁就是帮助中国扩大影响力的重要杀手。70个秘书长投票进前，南美国家是分做2大阵营。美国支持埃尔马格洛，左派执政的巴西等国是支持拉姆丁。巴西总统鲁拉甚至伫投票前几天的3月7日，以正式的政府公告公开呼吁各国甲票投予拉姆丁。伫得到过半的国家支持之下，中国较介意的拉姆丁变作后一任 OAS 的秘书长。投票了后的记者会顶悬，拉姆丁问到讲，若美国因为安尼断绝对 OAS 的财政支援 ，OAS 要安怎来应对？拉姆丁讲，共款的维持和川普政府的正面关系。The functions, the projects which the OAS is carrying out needs to continue because they have a function, and a goal. So our view is we're going to engage with the U.S. And I have started it already. 拉姆丁指出讲，拉丁美洲的中低收入国家是气候变迁最主要的受害者，对抗暖化是 OAS 的重要工作。虽然讲拉姆丁强调讲会持续和美方正面来沟通，但是真侪年以来，拉姆丁反对美国制裁委内瑞拉的左派政府。另外，伊强调对抗暖化嘛是违背川普政府的政策走向。未来 OAS 和会员之一的美国会安怎来活动，伫南美地区是真受关注。公司新闻徐家仁编译。过来消息来看，惠林县的蒜头产量占全国的9成，受到风台影响，预估今年的产量会减少哦。最近河尾阁传出讲有人偷办200斤的蒜头，亲像都开始伫咧过产的狗仔，警方嘛已经调路口的监视器要去抓人。
甲残忍的蒜头捡起来，有的已经放剪条偷走。云林细楼的蒜农表示，已种4分地的蒜头，今年天气较寒较恶生长。原本预计4月初才要采收，毋过也未到分，就互头版200斤左右，甚至边仔饲的狗仔万疑是互杀害。那伊即摆行情安尼啦，200斤，200外斤啊啦，歹1万外箍啦。哇！安尼，这到生活中间啦，为着死我这农作物吼，来向破向扑死。这个姓刘的农民表示，去年同款的区域嘛有偷挽蒜头的状况，即卖已经向警方报案。警方表示，每一年到蒜头的采收期，警方拢会启动保护蒜头的专案，而且配合社区的巡守队加强巡逻。目前正在调路口的监视器追查可疑的人甲车。都是蒜头及宰杀动物那只黑狗的警方我们也会依法来处理。部分的话，严重的话都已经涉及刑责了。那最轻都是1年以下的有期徒刑，然后20万以上的罚金。云林农业处表示，云林今年种蒜头的面积大约4500公顷，占全国的9成。不过受到去年风台甲气候的影响，蒜头的产期会延到清明前后才会采收。预计今年产地10月蒜头价格平英国搁较贵淡薄仔。公司新闻综合报道。来看高雄的轻便铁路，因为车厢空间的限制，敢若开放会当早收起来的脚踏车。伫招车进前车嘛爱先收好好。也毋过，伫初9的暗时，有乘客无清楚规定，无先收好好，佮去抢保全人员，结果是互捷运警察请落车。那我下车。你把车子遮掉，我下车。你帮我遮。乘客伫咧车厢内底对保全大细声，主要就是这个乘客早凹色的脚踏车坐高雄轻铁，却无依照规定甲脚踏车收好势。代志发生伫咧3月初9的暗时，保全去甲苦劝，煞颠倒互呛声，一直到捷运警察到位，乘客才愿意配合落车。住在王姓保全发现，随后进入车厢内劝导，崔姓男子将脚踏车收着，为崔男认为保全故意刁难而大声怒骂。进而引发争执。司机员有回报行控中心，车上有不理性的乘客有违规行为，不听保全人员劝阻，捷运警察把该旅客带下车调查。轻铁的月台就有打广告，讲会当早凹色的脚踏车，毋过嘛有写讲就车进前一定爱家己收好势。11咱实际上去坐高雄轻铁，就看到讲乘客有甲脚踏车收好势，而且放伫咧车门边，较袂影响到其他人出入。你咧脚踏车收倒位啊？你折叠开较细位啊？看当时的情况啦，他如果有规定说只能带折叠的，最好还是要遵照他规定啊。为少新众朋友或者是有塞年母车的妈妈，拢会坐轻铁，车厢的空间真有限，考量到乘客坐车出入，目前轻铁并无开放予一般的脚踏车会当去。高雄捷运公司表示讲，若凹色的脚踏车无收好势，或者是甲一般的脚踏车载去，拢会拒绝运送，而且袂退钱，提醒民众一定爱守规矩。公司新闻陈焕武、柯正俊高雄报道。宜兰所有港口外口的沙仙岛平常时是袂少人伫遐钓鱼啊。县政府为着要维护生态，甲沙仙岛甲附近的海域公告成做水产动植物保育区，禁止掠鱼、挂海草嘛引起民众甲业者的不满。舒服啊！徛伫大桥顶悬钓客是用钓鱼仔迄支含鱼咧拼。宜兰所有港外口的三仙岛渔业资源真丰富，平常时是成真侪钓客来，因拢坐船来只海钓含鱼钓。不过宜兰县政府最近是发出公告，甲三仙岛含4块内仔的海域为做水产动植物保育区，禁止采捕任何水产动植物，海钓、鱼钓嘛禁止。一大堆渔船没有在规定范围外作业，但也没有人去执行。却只针对钓客执行。三仙台被禁了，还是有其他地方可以去，就是可能要跑比较远而已。在钓客去钓鱼仔的5、6渔船的业者生意嘛，因为安尼受到影响。因认为讲，县政府的公告无统计出当地有任何需要受到保护的动植物，而且三仙岛嘛挖航道，若是迄阵经过，敢嘛算是规矩。县政府安怎执法嘛，互人感觉有疑虑。他的用意很明显，你说要保护什么，我们也没看到说他的统计出来。里面有什么环境，还是里面有什么珊瑚是可受保育之
的项目是什么？根据县政府调查，三仙岛的大石顶悬已经砍真侪希望菇，造成生态破坏。目前已经派人去清除。县政府讲，为了维护当地的生态，和和海洋生物有生态的所在，才会公告做水产动植物保育区。这个我们也经过相关法令程序来做一个公告之后，当然未来我们在执法上面会，谢请我们的护渔号以及我们的岸巡海巡的弟兄协助我们做相关的一个劝理。根据公告，在三仙岛水产动植物生态区是禁止采捕任何水产动植物，船只嘛袂当停靠伫遮，任何人员嘛袂当起来遮，规只会当照去业罚，该罚3万以上15万以下。县政府表示讲，未来在执法的这方面，会请护渔号和华巡海巡来帮助巡查。若是第一摆违规会先甲坑你，若是一直苦坑拢袂听，就会依法来开罚。公司新闻综合报道。来看台东县的热气球嘉年华会哦，今年会伫7月初5到8月21来举行，卖安排8场的光雕烟火秀，其中有1场会办伫国家级的重要湿地地上的大坡地哦。也毋过有环保团体是指出讲，大坡地连续5档办光雕烟火秀，伊嘛发现讲大坡地的水鸟哦，拢行甲飞走咯。去年哦，赶走大约3成的水鸟，因是质疑讲伫大坡地放烟火违反湿地保育法。暗时啊，伫地上向大坡地举办的热气球光雕的活动，水底反射的光影，吸引真侪游客来看，佮配合烟火表演，现场的气氛是热热噶。不过，去年大坡地的热气球光雕的活动，有环保团体为另外一边监测，翕到放烟火的时阵，因为声音真大声，真侪水鸟拢去互拍着惊。尤其是每一年7月份，拄好是水鸟繁殖的季节，而且这也阁是国家级重要的蓝地，搁较无应该做破坏野生动物繁殖地的活动。今年还阁要举办，可能会变做公部门带头违反湿地保育法。花嘴鸭少了30%，然后陆科的那个鸟类少了15%，所以其实，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点，我们强烈的建议是不要释放。不过，县府已经公告今年热气球节活动相关的时程，8场伫暗时的光雕甲烟火表演嘛已经决定好势，而且大坡地的表演是县府甲地上乡公所共同决定的地点，而且伊嘛讲会继续甲环保团体来沟通。既然是已经发布出去的讯息，不可能更改。可是我们在执行的方式、地点跟烟火的时间上，我们一起来讨论。我们将持续与地方的环保团体沟通。环保团体表示，大坡地已经连续5年放热气球甲烟火活动，对水鸟的繁殖已经造成伤害，建议也是爱改其他的地点。公视新闻台东报道。来看嘉义东这个港口景哦，已经有300多档的历史咯。庙里有一寡清朝的文物，昨文化局是邀请专家学者到现场来会勘哦，要来确定这文物的资格。专家学者用手电啊，要来看牌匾顶面的细节，已经有340年历史的东石港口宫，内底有一寡为清代留落来的文物。为着要来做一个完整的记录甲研究，庙方配合嘉义县文化局，邀请学者到港口宫来会勘。这间庙是1684年清朝统治台湾迄年开始来建庙的。咱主要上4块牌匾，这4块牌匾有上早有康熙的牌匾，到最晚东帝时代，东帝10年。东石港口宫因为挖海风的盐分除了破坏庙内壁刀顶面的家枝啊，对庙门的彩画或者是以前展览的物件，拢有造成影响。来会勘的学者就建议，除了牌匾需要整理，目前佫留落来文物，嘛要来减少海风对因的伤害。没有沿海问题的话，大概都是那种油烟油烟其实它可以慢慢清除，会再现它的一个表面的风华没有问题。可是这种广基材料如果受到这种水汽沿海的关系，然后它整个剥落，其实是很难再去拯救它。港口宫表示，这间庙伫1684年开始建立，是地方信仰的中心，嘛见证嘉义县沿海发展的历史。希望透过文资审议，阮也互文物有完整的记录甲维护，嘛替未来嘉义县沿海历史的研究保留更较侪资料。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高雄做爱产量哦是全国第一，市政府连续4档拢去日本来推销做啊。今年哦嘛甲当地连锁餐饮业者来合作，提供做啊来正做是食饭后的果子。市政府讲哦，因为去年风台，今年做爱产量会减少一半，内销是拢无够，也毋过嘛是加减来拼外销。
日本民众甲做啊，踢入去喙，洗洗喙仔布，豆豆啊感受做爱清脆芳甜。高雄市府甲日本一间连锁猪排业者合作，第一摆甲农产正做饭后水果，互民众去餐厅食饭，就会当食到咱高雄的蜜枣。透过这款方式，互更较侪日本人认捌到台湾蜜枣的好。那藉由这个连锁的猪排店，还有我们这个在地的社区型的超市，我们可以跟日本民众有更多的接触。今日千葉の方に来てもらって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とんかつと夏目のコラボ、初めての計画の、に実施になりました。日本にもっともっと広めていきたいと思いますので、ぜひ、来ていただいた方が夏目を理解してもらって広めていきたいなと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います。那蜜枣包括往来、玉荷包乃至在内，高雄农产品的外销量，113年有7124吨，比112年的5800吨成长22%，产值达到3亿。其中主要的市场是日本，不过因为枣啊伫日本较少人知，这摆甲通路放伫社区型的超市甲连锁餐厅。你今年因为枣的产量少，也个农业局这阵啊拢伫咧无营业会。因为外销通路的建立必须长期经营，即便受到去年风灾影响，高雄蜜枣产量减少。我们与农民及贸易商能共同的努力集货，持续让高雄蜜枣在日本曝光，争取更多明年的农产品订单。今年的枣啊，因为拄着风台减收5成，虽然价小起一倍，不过农民想要加赚嘛无物件通卖。人讲好天就即雨来牛，农业局表示，外销的通路若是泡牛开，对农民来讲拢是好代志，尤其拄着大丰收的时，通路这就会当维持价小平稳。记者柯家做大为做高雄采访报道。下晡晡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0度，上悬28度；中部地区上低21度，上悬28度；南部地区上低24度，上悬30度。东部地区上低23度，上悬26度；外岛地区上低14度，上悬23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公视台记台拜六暗时11点来看暗光照电影院。我敢知影，阮老爸迄个时阵，如果是惊到。